咁《妙法蓮華經》入邊講啦，佢就話咧受持啦、讀誦啦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啦，普賢菩薩都會護持嘅。咁咧除此之外咧，其實咧喺受持《妙法蓮華經》嘅時候咧，普賢菩薩話咧都可以咧，嗰個人啦都可能會見到佢嘅身，即係見到普賢菩薩嘅身。係啦，令到咧嗰個人咧個心咧好歡喜，即係令到佢咧好開心歡喜，而令到佢咧係更加去精進咁樣去精進修行咯。係啊，咁即係菩薩俾你見到，即係希望你可以更加努力勤力咁樣去修行。咁咧就係會咁樣，就會令到嗰個人見到菩薩之後咧，就會得到三會。即係咧，普賢菩薩好好，佢就話就持讀誦呢個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我可能會俾你見到我個身，係啦。咁見到我身，你會心好歡喜，跟住你見到菩薩好歡喜，跟住就會好開始就會更加去精進去修行，而且會因為見到普賢菩薩嘅身而會得到三會咯。咁三會咧係咩咧？就係會叫做旋陀羅尼，就叫旋陀羅尼。係啦，叫陀羅尼，叫旋陀羅尼，同埋咧叫8000萬億旋陀羅尼，同埋發音方便陀羅尼，好多陀羅尼咯，係啦。咁係啦，咁所以咧就話咧如果讀誦啦、受持啦、妙法蓮華經啦，咁普賢菩薩咧都會有機會咧成喺嗰個六牙白象啦，同埋咧好多菩薩圍繞啦，喺嗰個人面前咧現其説法，示教利器咯。咁亦都有所以就有個陀羅尼咒啦，就要護持啦。讀經嗰個人就唔會令到其他嘅非人或者眾生可以破壞得到嗰個人咯。呢個係《妙法蓮華經》咧卷7啦，其中一個段落嚟嘅。